總票數36票贊成，23票反對，5票棄權，8票由一本我獲得在席過半數評議員贊成，我宣布議案通過。響通過咗遺憾動議嘅10日之後，亦即係6月20日，蕭建滔終於兌現咗部分承諾，只係就 Facebook 言論透過民主牆發出聲明。喺交通上面嘅安排失當，同埋自己言論上面本身嗰件事係個內容係咪點樣，同埋自己言論上面的確係有錯誤，呢個都會喺聲明上面交代，然後會喺民主牆嗰度張貼。佢喺聲明中澄清 Facebook 留言偷食一詞，其實係指佢喺絕食後冇聽從駐場護士嘅指示進食流質食物，反而偷食固體食物同埋零食，導致胃痛。絕食期間絕對冇進食任何嘅食物。呢項聲明早響當日評議會上已經交代過，但係蕭建滔仍然就事件被遺憾。另外，佢亦透過聲明就留言可能造成嘅誤導、揣測或傷害表示遺憾及致歉。只不過響聲明發出之後，校園內隨即有大字報攻擊蕭建滔，指責佢隱瞞響絕食期間偷食，實為港大之恥。校園電視記者柯嘉怡報道。